解到圆满的时，这项我就圆满了嘛。伫仁义礼智信来讲起来，人我若圆满，我就免个定位就找到了嘛。如果日期无的话，咱慢慢啊调整，调整到到的时阵，100分，迄个行为嘛，那个成就嘛。所以讲咱人仁义礼智信啊，这个5项之德的，当然爱慢慢啊来甲找到转来。济公活甲咱讲天天互你的，毋是考，是考题。若安尼拢爱修毋是考是考题，考题敢好？敢好？好来唔好？好哩。咱袂简单啦考题功夫，迄足艰苦呢。若考咧到第时安尼哀叫呢，我毋出来啊啦。毋知影讲这个课就是时伫你心中自信的灵敏呢，敢是安尼？互你知影苦，话讲我要咧信你啦，所以讲呢，无咧信心啦，所以话呢，因为安尼讲，伊在世顺境，逐项拢满意，所以伊无咧信心啦。你若讲食着鸡的时阵，毋是食着爱上的鸡是食着迄落无好的鸡，若食着鸡了后就爱找神明，就讲来道中度人救人，因为伫道中呢足侪实地啦，足侪实地就是讲本来要请来运动拢有啦，搁去断着鸡啦，去食着鸡人是断着鸡，食着鸡去发生事故了后有性命危险的时阵。当要求上天慈悲啦，若有好起来就讲上天有慈悲呢，若无好起来就上天无慈悲呢。结果伫迄个当中食着鸡了后，去劳动了着所有的道亲，丢猪鼻头，丢猪鼻头的时阵，真正好起来，有影伊遐尼严重，经过仪式的抢救了后。真正好起来，发大愿跟释佛等咧。敢通安尼当做？敢通？唔通啦若拄好无机会临时抱佛卡啦，举起来时去抱着倒骹，安尼就无办安尼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其实考题是要让你成就，考题就是你有不圆满，你才有考题。你圆满之后，迄个考题就过关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有考题。考题若来的时阵，你要深呼吸，慢慢甲应对，甲应对，心要静好落来，看要安怎面对它、接受它、处理它，然后放下它，拢无代志。所以讲呢，有考拢无考。命对对来，佛家甲伊讲因果的业力而来啦，因果的业力而来，来遮呢或许来遮，对有了解这个因果来讲，核心的观念，这个因果，因为咱人有因果，所以修行会躲避火爆，透过觉察了后，每一个当下因上着手。伫因的顶端，因为的结果是因为有造因嘛，因果先造因再成果嘛，所以讲呢，咱袂认为就爱因上着手所以讲呢，第一明一切境有自作自受，但爱欢喜做，甘愿受。第一这有原因的。咱若当着代志，向着咱好业起。